是新历7月1日，咱看到有2项上界重要的规定，其中一个就是互啉烧酒塞车人载，可能卖互伊牵拖着共款爱罚。另外，这是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束管，袂当搁再用。公家机关好好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连锁速食店里内底食，拢无搁再提供塑胶束管。新的制度开始到明年新历6月30是春秋的时间。店头若是头一届违规，会好声好势甲伊扣劝。若是一个月内加早共款无合格，就会罚1200块到6000块。咱台视新闻记者镜头嘛看到一寡好好的店头改做提供爱收钱的纸束管，若有的规矩卖环保束管来做生意。对，请问你们还有提供塑胶吸管吗？自7月初1开始，伫学校买饮料的时阵，会发现讲，毋若一间饮料店看袂到这个塑胶束管的影子，有的民众就安尼规去直接啉，嘛有人是安尼做的。自用杯好喽。店家无要搁再提供这个塑胶束管，甲其早这个环保杯啊嘛真方便。对7月初1开始，学校内底店家就无要搁提供民众来用的塑胶束管，若民众的接受度到底安怎呢？打开它的那个塑胶套，然后就喝喽。还好，我也有玻璃吸管。但是大家好像也都蛮支持的，就是想要救海龟，最近就是买饮料就不会特别拿吸管了。新制度一个开始。毋但学校，还有政府部门、百货公司和购物中心这4大场所，拢无要搁提供民众这个塑胶束管。从7月初1开始，到这个明年的6月30是春秋期，要让店家有一个压缩味的空间。若是初犯的店家会先柔性甲劝劝，假使讲若伫一个月内来甲稽查，抑阁是无合格来讲。佫会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金。镜头直接来到这个学校内的店家，有的甲改做爱收费的纸束管，有的是甚至咧卖环保束管来做生意。像这种的，然后可是就是要用买的这样1块钱，当然比较高啊，可是就是针对政府这样子的规定，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含用塑胶的新制度要来上路，民众都要改变生活习惯，响应环保来爱护咱的地球。记者综合报道。